今時今日一到周末或者假期，你行去羅湖、落馬洲或者深圳灣口岸睇下，真係逼爆晒深圳啦！香港人個個都好似唔使錢咁上晒去消費，成個深圳由商場到超市，真係隨手找一把都係香港人，多到癲咗咁滯啊！好多人把口就話因為而家要消費降級喎，但你睇佢哋喺深圳嗰種戰鬥力，個個都喪心病狂咁掃貨，直情係買到隻手都軟埋，仲要一邊搬一邊好興奮啖話，真係抵到爛啊！其實呢種現象真係好值得大家去探討下，點解呢一兩年之內，成個風向會轉得咁犀利？以前大家放假可能係諗住去旺角行街，去銅鑼灣睇戲，或者去尖沙咀食餐好嘅，但而家大家一到星期五夜少少，或者星期六大清早，個心就已經飛咗上去福田、東門或者後海嗰邊。你話係咪因為香港人冇錢？又唔完全係。好多想去消費嘅人，其實喺香港都有份穩定嘅人工，甚至係中產階層。但大家而家追求嘅係一種性價比，一種好耐冇喺香港體驗過嘅放鬆感同埋被服務嘅享受。當我哋講到消費降級呢4個字嘅時候，好多人以為係只要過啲好清苦嘅生活，或者買啲好劣質嘅嘢。但實際上，香港人依家喺深圳展現出嚟嘅消費降級，本質上更似係一種精明消費或者平替消費。大家唔係唔想使錢，而係唔想喺香港做水魚。你試下諗下，喺香港求其去茶餐廳食個常餐，加埋凍飲都要50幾60蚊。如果夜晚想同屋企人或者朋友食餐好少少嘅中菜或者火鍋，求其每人都要300-400蚊落單，仲要可能被限定食2個鐘頭就要交台，個網絡信號又可能收得唔好，服務員忙到面黑黑咁菜張單過嚟。但只要你肯坐多半個鐘頭車，過咗個關口，成個世界就完全唔同晒。喺深圳，同樣係花300-400蚊人民幣，你可能已經可以2個人食到一餐好豐富嘅潮汕牛肉火鍋，或者係好高質素嘅烤魚，仲要免收茶位費，免收加一服務費，服務員仲會好熱情咁幫你倒茶、切肉，甚至仲有啲鋪頭會有川劇變臉睇或者免費美甲。最緊要嘅係乜？係人哋唔會趕你走，你想坐幾耐就坐幾耐。嗰種空間感同埋被尊重嘅感覺，係好多香港人喺本土好難揾得返嘅。所以大家表面上話係消費降級，因為用少咗錢，但實際上在物質同精神上嘅享受，直情係升咗級。講到去深圳掃貨，最經典嘅場面一定係去嗰幾間大型嘅倉儲式超市，例如山姆會員商店或者開市客。如果你依家喺週末嘅下晝，去到龍華或者前海嘅山姆，你真係會以為自己去咗香港某個領展商場，因為周圍全線都係講緊廣東話。香港人嗰種喪心病狂嘅掃貨程度，真係連深圳本地人都睇到目瞪口呆。每個人手上嗰架購物車都大到好似張床咁，但竟然可以塞到滿一滿，堆到高過個頭。大家究竟喺度掃啲乜嘢呢？由最出名嘅珍寶大長腿蟹、烤雞、瑞士卷，到一箱箱嘅紙巾、一袋袋嘅即食麵，甚至係洗衣液、洗潔精呢啲咁重嘅日用品，香港人通通都唔放過。好多人仲要專登拉埋行李箱上去裝貨，或者一班朋友一齊去，買完之後就喺超市門口即場分裝。你問佢哋重唔重？辛唔辛苦？每個人雖然行到索晒氣、流晒汗，但塊面都係笑口細細嘅，因為真係抵到爛。同樣嘅包裝同份量，喺深圳買可能只係香港嘅1/3甚至1/4嘅價錢。就算計埋來回車費同埋體力勞動，大家依然覺得賺到笑。而且依家跨境物流又做得好方便，有啲香港人甚至連自己搬都慳返，直接喺山姆嘅應用程式度落單，然後用順豐或者其他集運直接送落香港屋企門口。呢種消費模式嘅轉變，直情係打破咗以前香港人覺得北上消費好麻煩嘅刻板印象。依家只要一部智能手機，入面有齊微信支付、支付寶香港，再開通埋個漫遊數據或者買張內地電話卡，你就可以喺深圳橫行無忌。不論係叫外賣、叫車、訂台食飯，定係買戲飛，通通都可以喺手機搞掂，方便到不得了。
除咗買日用品同食飯之外，香港人北上嘅消費層次仲越嚟越豐富。以前大家可能淨係去按摩、揼骨、剪頭髮，依家連睇牙醫、做醫美，甚至買家私都上埋去。你有冇發覺身邊多咗好多朋友，一講到要洗牙或者補牙，就話要去羅湖口岸附近啲連鎖牙科診所？因為喺香港睇牙醫，求其檢查下加埋洗牙，冇800、1000蚊都落唔到妝。如果仲要杜牙根或者植牙，動輒就要幾萬蚊港幣，對普通打工仔嚟講真係一筆好大嘅負擔。但去到深圳，人哋啲醫院同診所裝修到好似5星級酒店咁，設備又新，最緊要係價錢公開透明，可能只需要香港嘅一半或者更平，仲有港醫駐診或者提供廣東話服務。咁你話香港人點會唔心動？仲有啊，依家好多香港嘅年輕人，一到星期六日就會上去唱卡拉 OK、玩密室逃脫，或者去啲大型嘅室內娛樂中心玩溜冰同埋射箭。喺香港，想搵個大少少嘅地方玩都難，地價貴嘛，所以好多娛樂設施都縮到好細，一係就收費貴到飛起。但深圳啲商場，喐啲就幾十萬平方米大，入面嘅娛樂配套設施應有盡有，你可以用幾十蚊人民幣就喺個裝修到好科幻、音響好震撼嘅包廂度唱足成個下晝嘅 K， 仲包埋無限量供應嘅小食同嘢飲。對於好多年輕人或者一家大細嚟講，呢啲地方簡直係週末消磨時間嘅天堂。呢種香港人全民北上消費嘅熱潮，亦都直接帶旺咗成個深圳嘅消費市場。甚至令到內地嘅網絡上面出現咗好多同香港人相關嘅新名詞同搞笑貼文。深圳嘅網民成日都會影到喺地鐵或者商場入面，只要見到有人提住個山姆大購物袋，或者拉住個大行李箱，神情好滿足但又好匆忙淡行去口岸方向嘅，唔使問阿貴，呢啲肯定係香港人。甚至有深圳嘅鋪頭專登打出標語，話歡迎香港同胞，或者推出針對香港身份證嘅特別優惠。不過喺呢個真係抵到爛嘅背後，其實亦反映出香港本土零售同餐飲業正面臨緊一個非常之嚴峻嘅寒冬。當香港人個個放假都將啲消費力轉移晒去深圳嘅時候，香港本地嘅商場同街道自然就顯得冷清咗好多。以前週末嘅銅鑼灣或者旺角真係人山人海，依家到咗夜晚9點10點，好多鋪頭就已經開始拉閘關門，街上嘅行人稀稀疏疏。好多本地嘅餐廳老細都大嗌救命，話生意跌咗幾成，就算點樣搞夜市、搞優惠，都好似留唔住香港人個心。其實呢個亦都唔可以怪晒香港人唔支持本地經濟，因為消費者嘅選擇永遠都係誠實嘅。當大家賺錢唔容易，生活壓力大嘅時候，自然會追求將每一錢嘅效用發揮到最大。如果香港本地嘅餐飲同零售業仲係停留在以前嗰種份量少、價錢貴、服務態度差，仲要趕客走嘅新態度，咁面對深圳嗰種全方位、高性價比而且服務貼心嘅競爭，真係毫無還手之力。依家嘅趨勢已經好明顯，深港兩地嘅生活圈基本上已經完全融合。隨着高鐵、巴士、地鐵等交通網絡越來越發達，過關嘅程序越來越簡化，去深圳甚至比由屯門去銅鑼灣仲要快，仲要方便。香港人北上消費已經唔再係一種貪新鮮嘅一時風尚，而係變成咗好多人生活入面嘅一種常態。每逢週末，大家都好自然咁收拾好心情，帶定個大購物袋，開開心心咁過關，準備去享受嗰種用降級嘅價錢買到升級嘅快樂嘅消費體驗。呢種喪心病狂嘅掃貨熱潮，睇怕喺未來一段好長嘅時間之內，都依然會繼續熱鬧落去，逼爆深圳嘅場面，相信每逢假期都依然會不斷上演。